万人的印象故事。初决庸子记元代教师韦应物。初决庸子记元代教师，作者韦应物。切切苦亲爱，缓缓一言语。归朝落庸人，暂将功名事。金雕为处别，何处还相遇？世事可长久，宴会安得住？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